虫啊，是地球上最多、最大量的生物族群。佢哋萬哪都有，長長嘅聲音總係上人哋嘅目光。台灣嘅蟲嘅王國地圖，生物數量千多，但係人哋三無馬了嘅佢哋上來覺得乜嘅樣嘅秘密想法咧？然下就本人哋向下出發，前看看到人哋順行嘅蟲誒。大海派樹林葡萄係大家挖掘大自然嘅最好嘅位所，林土順嘅草牌，當到昆蟲還係多地度。現在看得到嘅應該就係草蜢嘅，大部分嘅草蜢嘅都係實在嘅，動力嘅咀嚼式口器，用來食嘢嘅清理片咧。草蜢嘅係其他動物母族度嘅大餐，故所佢愛隨時用太太嘅複眼觀察身邊嘅情形，一有乜嘅風聲，然後會撈動雜嘅後腳揪起來，咻一下飆到遠走到米下時，和下嘅後腳咩動雜，咩係倆草牌度嘅機密。和下老草蜢嘅上到無窮樣，重重嘅事係和下嘅招牌特徵。風眼比起草蜢嘅細多咧，上來無單嘅和下，除咗用表來參照以外，還有其他嘅厲害嘅部署哦。你看倆皮亞嘅，親愛的和下空才奈麼？邊架和下，老中腳還有後腳，腳落一度，前腳老死，向前一寸就老樹葉嘅上到窮樣咧。和下老草蜢嘅，佢哋唱歌嘅方式咩冇窮樣哦。和下用兩隻前腳摸來摸去，就像彈吉他窮樣。碰起來嘅前音就像吉他嘅音響，草蜢嘅係冇夾音老後腳，佢會老動雜嘅後腳彎起來，話減一順，相互摸來摸去發出聲。唔好撈到倆條音樂家，全部都係實在嘅哦。你叫和下。有動態機嘅牙齒，韓國前腳、中腳有尖尖嘅鉭咧。其實係昆蟲世界度嘅超級獵食者哦。你叫和下度到獵物嘅時節，會先好好按算對方嘅體型。各位點出佢嘅大特徵，向前衝下去。下一擺來到林土，看到倆條表上表下嘅小朋友。做得吃看啊，係咪做得到倆條無單嘅小昆蟲？唔過愛食呢，佢條嘅大牙齒哦。